今仔日即个主日是咱2019年上尾一个礼拜，可能咱伫今年咱会想到，为什么上帝安尼对待我？有可能特别是咱兄弟姊妹内面有拄着艰苦事的人，咱可能会感觉讲上帝哪会遐尔无公平？上帝对待我哪会安尼？我照时来聚会，我有奉献，我有服侍，为什么上帝互我拄着遮个代志？所以我想今仔日即段经文会当诚做咱真好的提醒甲反省。希望咱对保罗即段的经文，咱做伙来提醒咱家己。顶礼拜我有提到讲，罗马册伊真歹读的原因在于，保罗毋是为着要写一本教义的册来写一张批。咱来想想，有可能是伫伊伫一间厝里行来行去，用讲的，然后透过一个叫入场的人将这个写落来。所以有当时啊，咱读起来会有淡薄仔困难。伊亲像咱咧交代人代志的时，有当时啊，咱咧交代人代志，咱讲的讲，咱就想着其他的代志，然后咱就跳到迄项代志。虽然毋是真有系统，但是即个互交代，听的人一听就会当明白。毋过，若伫边仔经过的人，就可能毋知影讲你即个讲话的人到底是咧交代啥物。所以，咱伫第一章甲第二章就出现安尼一个问题。第一章，保罗除了表明家己使徒的身份，甲为虾米伊想要去到罗马的目的，伊嘛有讲到讲伊想要向所有的人来传耶稣基督福音。但是，到第一章后半段，就是伫向罗马教会内面遐的外邦基督徒伫讲话。保罗讲，因虽然无亲像以色列人有律法的教导，但是透过上帝创造的万理，甲大自然的启示。因嘛应该知影有一个真神，但是因较自作聪明，将真正将这上帝所创造出来的物件来做一项义来摕去拜，较无去拜迄个真正的上帝。所以保罗伫遐讲，因对落随在家己的心意去行逐样的歹事。所以咱通想象，当罗马这犹太人听到这，一定非常欢喜。对啦对啦，因外邦人就是安尼啦，因毋捌上帝。无亲像阮犹太人，自细汉就知影律法，这外邦人是无清气的罪人。所以为着要互这犹太人醒过来，保罗就转向犹太人讲话。所以伫第二章前半段，伊甲这犹太人讲：恁无比这外邦人优秀较侪，恁领受的一切拢是上帝恩典甲怜悯，甲恁的血统无关系。所以咱今仔日要对这段保罗对犹太人谴责的话，咱来反省家己。因为咱常常嘛陷到一种基督徒的骄傲，亲像咱会轻视其他宗教的人，咱会想讲对啦，宗教拢是劝人做善事，这无毋对。但是我信耶稣会上天堂，你拜其他的神会落地狱。但是咱无想到，这是因为上帝恩典甲怜悯。互咱会当比遮要未信的人有较早的机会，会当明白上帝。另外，嘛有人认为家己是几啊代基督徒，所以信仰比遐个拄仔信的人佫较好。但是咱嘛知影，信仰的深度甲你信主偌久无绝对关系。有个人虽然伊后来才信，但是伊追求信仰的态度比几啊代的人较侪信。但是，咱的骄傲，咱掠这个外在，诚做咱家己的优势，这敢毋是甲这个犹太人同款的？所以第二章一开始，保罗反转伫遮指责这个犹太人，伊讲：所以既然议断人的人啊，你无通推翻，因为你所议断别人的，拄是议断家己，因为你在议断人家己嘛安尼行。若是阮知上帝是照真理来举断行安尼的人，你即号人啊，人行安尼，你举断伊，也你家己去行，你拍算会多像上帝举断吗？而且咱看伊几啊个举断，这几节的经文的意思就是讲，这犹太基督徒虽然信耶稣，但是伊犹原非常骄傲家己是上帝选民的身份，甚至看到摩西的律法赢过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。所以，虽然因已经信耶稣，因嘛尽力去遵循律法要求。毋
毋若安尼，因嘛会批评共信仰的遮外邦基督徒兄弟姊妹，指责因无遵守律法。但是保罗提醒因，上帝选民安尼的身份，毋是用来骄傲的，嘛毋是用来去批评别人的，因为因家己嘛无偌好啊。当咱看圣经就知，上帝伫每一个时代拢差派先知，互以色列人，但是因敢毋相信。这以色列人表明遵守律法，但是因的内心敢真正是尊重迄个守事律法的上帝咧？也是伊是做人看的咧？因有真侪宗教仪式，但是因的心敢真正的敬拜，也是干那伫遐遵行表明律法的规定嘛尔咧？其实咱拢知影，犹太人的问题毋嘛是保罗时代的存在，伫进前每一个时代嘛是安尼。所以伫旧约以赛亚内面就看见上帝讲，这个百姓亲近我，用嘴唇尊敬我，心较离开我远远。因在尊敬我，不过是趁人所教示的命令而已。但是姊妹，咱敢嘛是安尼？咱坐伫遮做礼拜，咱敢真正是尊敬上帝？咱嘛看新约。耶稣嘛定定指责遐上理解律法的文士，也是法利赛人假好。但是咱嘛是敢嘛是安尼？咱是毋是带着一个面具来到上帝，也是人的面前咧？所以伫以色列的历史内面，人常常就是想要用外表行为来欺骗上帝。但是要知影，上帝看的是咱的内心。所以保罗伫遮提醒。莫想讲，恁是上帝选民，恁就特权。因为当你批评别人犯罪，但是你家己较惊出甲别人差不多的代志时，你家己嘛是在犯罪。你若无悔改，最后嘛是互上帝审判。这嘛，互咱现代基督徒一个真大的提醒，就是咱莫想讲，我已经有基督徒的身份，我已经领洗礼，我就已经摕到天堂的入门票。所以，我会当继续用我敬虔的外表来欺骗上帝。千万爱会记，敬虔毋是伫教会做礼拜仪式内面的敬虔而已。敬虔嘛爱实践伫咱生活每一个方面。有一个真出名牧师叫浮士德，牧师伊写过一本对世界非常有影响力的册，叫做《属灵传统礼赞》。内面有提到6种对耶稣基督来敬虔的传统。第一种就是乐观，就是咱伫上帝面前安静默想、祈祷的灵修的生活。每一个人，咱每一天拢会当用淡薄仔时间来亲近上帝。第二种就是性格，性格就是爱互上帝不断来改变咱，改变咱迄个脾气，改变咱迄个老的无好的迄个个性。所以就是讲，咱的敬虔是甲咱的道德有关系。第三是灵恩，灵恩毋是讲咱啊举手敬拜、大声开嘴叫做灵恩。灵恩是讲咱参加礼拜，亲像咱即马伫遐唱诗歌、听上帝话，咱敢是用心、用真心在敬拜咧。第四是社会公义，就是基督徒的社会责任。所以有人无饭食，甲咱敢有关系咧？有。有人伫压迫中间，甲咱有关系无？有。亲像咱好书第1章第27节讲，独独劝告孤儿寡妇伫因的患难中，搁家己守，无互世俗染着。这伫被上帝面前，就是最清气、无垃圾的敬虔。所以社会，咱基督徒伫社会内面是有责任的。别个人伫受苦，咱是毋是直直伫遐看？但是咱无出手伫遐帮助。第五是福音，就是一个敬虔的人，应该是一个热心传福音的人，毋是家己得到救恩就算得救啊。咱嘛有责任去传福音。第六就是道成肉体，因为上帝道成肉体来到咱的中间拯救咱，所以咱嘛爱伫咱的生活内面道成肉体。就是无论咱做啥、讲啥、想啥，拢爱互其他的人看出咱是上帝耶稣基督的心。也就是讲，咱的敬虔是要游入去咱的生活内面。这里哥林多前书
而且10章31节嘛有讲，所以恁或是食，或是啉，或是做甚物，拢着因为因跟上帝来做。所以连食物件、啉物件，这嘛是伫因跟上帝。所以咱来想看觅，咱伫生活内面，咱敢是毋是真正道成肉体伫人的中间？所以对这6点，咱看出一个敬虔的人，并毋是规工伫遐感谢主、阿罗主、哈利路亚人，是伫咱的生活内面实际活出敬虔实际的款式。这只毋是欺骗上帝，这只毋是欺骗人的敬虔。有一个犹太人的rab比叫做约书亚，伊是个真敬虔、真熟律法的老师。伫一个暗暝，伊咧困的时，突然间听到一个声讲：“恭喜哦，约书亚，你甲另外一个叫做约书亚的台语的人得到同款的奖赏，恁会伫天地天堂伫遐来做伙。”这个rabbi约书亚听到安尼的话，对做梦的事，伊就哭出来啊，醒过来啊！伊想讲我哪安尼衰？我自细汉我真熟读律法，我服侍上帝，并且即摆我嘛带80个学生来跟缀我，竟然甲一个台语的人得到同款的奖赏，所以非常不好。伊决意一定要找到迄个约书亚，看伊到底生做甚物款。所以，这个rabbi约书亚伊搬山过岭，伊真侪时间，总是互伊探听到有一个台语的约书亚住伫遐。所以，伊非常好奇，四个去问人讲：“台语的迄个约书亚到底是甚物款的人？”这个人佫来应讲：“啊，你看就知。”所以，伊佫较好奇，就去找迄个约书亚。迄个台语的约书亚看到顶港有名声约书亚rabbi来找伊。惊到面面出，毋知要讲啥。这个rabbi约书亚就问伊讲：“我真无简单找着你，我想要请教你，你一生有做过甚物款的好代志无？”这台语约书亚想半晡，伊就茫然就要回答讲：“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台语的，厝里有我年老的爸母，因的喙齿拢裂去啊，头毛拢白啊。”行动无方便，一定要靠我过生活。我生活非常的平凡，无啥物通讲的。我就是每工甲伊换衫、洗衫、准备衫顿。为着要照顾伊，我已经将我的祖产拢排了了啊！我无时间去做别项代志，佫较免讲是啥物好事。这个rabbi约书亚听到这，非常感动。你真迄个台语约书亚的头家来讲。你真正是配得到上帝的赐福，会当甲你做伙伫天堂，得到同款的奖赏，这真正是我的荣幸。真正敬虔，在伫咱生活每一工做的每一件代志。做爸母的照顾囡仔，若用上帝的心意去做，这就是敬虔。食头路的，若用上帝的心意去做头家吩咐的工课，这嘛是敬虔。所以，毋是咱要做啥物超级上帝的代志，才是敬虔。如果咱拢做好咱平常的代志，尽咱应该尽的责任，当咱到入天堂，看见边仔人一声，咱就袂感觉真奇怪。过来，这段经文，保罗指责这犹太人讲，也是恁看起伊极大的仁慈、宽容、吞忍，毋知较是上帝仁慈，是要带你反悔，竟然照你内心甲无反悔心，为家己积住受气，伫受气的日，就是上帝伊的审判显明的日。这段非常严厉的指责，犹太人敢毋知上帝仁慈、宽容甲吞忍吗？因敢毋知上帝的审判吗？这自细汉伊就接受的伊知识，但是因较看轻上帝的恩典，看轻咱的话本圣经叫做藐视。这个意思就是讲，因无够严肃去看待上帝的仁慈，就是因随便看待上帝的仁慈。而且有指出三项物件：仁慈、
宽容甲吞忍，这看起来是三项物件，但是拢包括伫上帝的仁慈的内面。因为上帝满有慈爱，是约束家己，无讲无轻罚，无施行伊的受体。伊有能力会当安尼做，但是伊无使用伊的能力。伊会当推袂侮辱伊的人，但是伊伫忍耐中间停止伊的手。上帝望伊的仁慈会当互遮犹太人有机会悔改，但是因却一再利用上帝的能力，一再犯罪。用咱现代的情形来想，说出一个青年做出互伊的父母真见效、真优秀的代志，但是伊的父母决定要用疼来赦免伊，对伊所做无过有追究。这个青年会当有两个选择。第一，就是伊的内心受到极大的感动，所以伊对父母感激，一心尽力，无搁去做同款的罪行，用安尼来报答父母赦免的恩情。但是伊嘛会当做第二项的选择，就是真心去犯罪，因为伊认为伊的父母也是同款的原谅伊。但是兄弟姊妹，当咱的生活中间看见做第二种选择的人出现的时，咱会安怎感觉咧？咱一定感觉讲，即个人咱遐尔啊卑鄙咧，利用伊的父母，咱会感受到替伊的父母感觉真毋值。为什么要一再赦免安尼的一个人？但是这就是犹太人做的，嘛是咱定定咧做。另外，保罗伫遮讲，因安尼做是伫积住受气，这是甚物款的意思？咱想到积住，就想到耶稣所讲的积住财宝伫天里。保罗讲的甲耶稣讲的是颠倒变。耶稣讲咱会当积住财宝伫天里，但是保罗讲恁遮犹太人，恁确实是积住恁的受气，上帝的受气伫天里。所以，咱伫遮有一个观念，就是犹太人嘛淡薄仔亲像咱台湾民间的宗教信仰，有积功德的迄个心态。就是因望会当照着因的好行为，互上帝欢喜。所以因敢有一个积功德，我伫世间我尽我的心力，我做好事，我守律法来互上帝欢喜。但是伊只是积的，毋是好的德行，因积的是上帝的生气，因为伊一再利用上帝的恩赐，因互上帝一再生气。所以伫遮保罗讲，到伫上帝审判日，你才会生气，你才有上帝生气的所在，就做伙来爆发出来。上帝公义就要显明。咱搁转去第一章来回想，伫遐有讲上帝的权能要救拢总信的人，大新犹太后来迄2年。犹太人会先得救，毋是因为因外好，甲互上帝选做选民，是因为上帝恩典。所以伫救恩的历史内面，是因先得救，才来福音甲传到外邦人的中间。但是今仔日的经文嘛，甲咱讲，上帝审判嘛是大新犹太后来迄2年。所以保罗搁一摆强调，犹太人的身份毋是互因得到免审判的金牌。但是这段经文嘛，互咱会产生一个疑问，就是第6节到第7节有讲，伊就是上帝，伊要照别人的所行来报应伊，既若伊赖行好，求因光尊贵甲袂败坏，将永远报伊。伫遮咱看出是伫强调行好事，就是讲行好事的人，上帝会将永远赐予伊。但是这敢毋是甲顶礼拜所讲因信称义来颠倒变吗？因信称义的意思就是讲，咱伫上帝面前，咱原本是罪人，甲上帝恩典祝福无关系。但是当咱信靠耶稣，咱毋免做甚物，咱的罪就上帝赦免，咱就伫上帝面前变做是无罪的义人。安尼，这个行为甲因信称义，敢毋是互相违背吗？因为因信称义，甲咱讲，咱毋免做甚物，只要接受耶稣基督。但是今仔日的这段经文，甲咱讲，咱爱伫行为顶面，爱伫行为顶面来迎向上帝。
其实咱若读保罗的回信，就会当发觉，保罗认为信心若无行为就是死的。而且马可书第2章20有讲，亲像身躯若无神就是死，神无行也是死。也是哥罗西第1章第10节嘛讲，互你所行合伫主，凡事互伊欢喜，伫逐项事行果子，搁捌上帝哪久哪进步。所以咱看到马可书、哥罗西拢一再强调行事伫行为顶面爱互上帝欢喜，爱行好事。所以保罗毋是干那认为讲人接受耶稣基督就准许煞就停止。保罗的观念内面，信心甲行为是一体的两面。一个人的信心爱对伊的行为反映出来，亲像讲咱伫喙里讲哦，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，但是表现出来较毋是真正相信的时，这就毋是叫做相信。但是保罗认为，一个信耶稣的人，咱先得到因信称义的稳定，但是咱会按照行为来受到审判。所以这是一个先后顺序的问题。咱内心得到稳定，因信称义，然后为着回应稳定，咱去行好。所以毋是讲咱行好就会当得到稳定，是因为咱内心来得到耶稣基督的稳定，咱才会当来行好。即段结尾有讲，因为上帝是无照外貌来处人的。即个照外貌来处人，咱会互本圣经翻做偏待。即个照外貌处人的意思是讲将人的面来夹起来。因为伫古代中东的风俗，当一个伫官位的人，伊要接纳跪伫伊面前的人来请安的人的时，伊当伊要接纳伊的时，伊会将伊的面夹起来。但是夹起来时，这产生一个人私心的问题。我若看你较顺眼，我就接纳你，将你的面夹起来。但是我若看你无顺眼，歹势，你就永远跪伫遐，我无要接纳你。所以这直接产生一个偏心的问题。但是伫遮保罗讲啥？上帝毋是安尼，上帝袂看人顺眼来接纳伊，上帝是公平的，尤其是对遮犹太人。虽然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但是嘛冇想讲因会因为安尼来得到上帝对因的偏心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来思考一个问题：上帝敢特别爱基督徒咧？敢有？无，因为上帝疼世间人。基督徒敢会当避免上帝的受气咧？无。因为圣经嘛，甲咱讲时到啊，审判对上帝假担心。所以咱若无愿意悔改，咱若无伫行为顶面来回应稳定共款，咱最后嘛无法度来闪避上帝的受气。所以当咱拄着咱感觉真上帝无公平时，咱毋是大声伫遐来对上帝抗议，咱毋是伫遐来离开信仰。无要祈祷，无要读圣经，无要学神，毋是安尼。当咱感觉讲上帝你哪会伫我生命中啊藏安尼一项代志时，咱内心安尼想看觅，咱家己的内心的心态是安怎？咱敢有亲像遮犹太人共款？咱想讲我用外表敬虔就会当欺骗上帝？咱敢嘛亲像遮犹太人共款？咱一再利用上帝的恩典，咱无要悔改，一再行伫罪恶的内面咧。所以，毋茫即段提醒犹太人的经文，嘛会当提醒咱：当咱活伫稳定的内面的时，敢嘛是谨慎伫上帝的话内面的，甲家己的行道内面的，咱做伙来祈祷，